顾总，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安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？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，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好吗？顾总，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吗？嘘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张叶达，你从哪儿弄的这家医院？我是整容医生啊。如果你是整容医生，那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如果你的脸能这么容易就长回来的话，那我何必要大费周折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万一你有其他目的呢？不帮就不帮，别找那么多理由。待会儿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进来。为什么？人是我带来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想的话，就不要问太多，知道太多对你不利。整容医生，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张总，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你怎么就怀孕了？怎么办呢？完了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张叶达，你是个混蛋！不行，不能要这个孩子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？我现在的行踪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你可以不用向我汇报，但是我必须得保证你肚子里的东西是安全的。张叶达，你算计我！怎么能叫算计呢？这也是我们合作内容的一部分。你能不能进顾家，全都靠你肚子里这个东西了。合作？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合作？我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怎么进顾家？你当顾继成傻子？他就是傻子，所以你大可以放心。你在哪儿？我们见个面吧。我在你家楼下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少废话！我妈到底在哪儿？苏妍希，今天我没有心情下去见你。过一会儿会下去一个人，你把东西交到他手上。等我们确认之后，自然会带你见你妈妈。喂，喂。
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得寸进尺的。我得寸进尺吗？我要如果不得寸进尺的话，别人会对我得寸进尺的。好了，喂，就是他吗？对，就是这个人。现在能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了吧？我有时候挺同情你妹妹的，怎么会有一个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姐姐？我跟你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好了好了，说正事儿，东西我们到手了，他妈妈要留到什么时候？留到你进顾家的时候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跟顾家到底有什么仇？我跟顾家没有仇啊，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。哼。贺锦熙，开门！贺锦熙，我知道你在家里，赶紧把门打开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贺锦熙，别给我装傻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我把东西给你，就把妈妈还给我。但是现在我突然改变主意了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你不要再逼我，再逼我就报警了！你把门打开！报警？那你去吧，真的，我无所谓。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到最后，我们就看谁死的比较惨。贺锦熙，把话说清楚，开门！别给我当做头，我快点！开门！哎，你干嘛呢？不要影响业主休息，赶紧出去！贺锦熙，你再这样，我要查查验做事了。你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西城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，吃完饭再说吧。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庆祝你出院，请吧。Cheers。来，吃吧。怎么了？菜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西城，我还是想先把事情说完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很认真的在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可笑吗？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可笑吗？哎呀，锦溪，我是看你刚出院，心情不太好，我逗你开心呢。别生气，我向你道歉。来，坐下来继续吃吧。啊，西城，你能不能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欺骗了我，我会原谅你，但是我会离开你。
我又说错话了。锦溪，你别难过了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明天我就要出差了，咱们两个好好的行吗？啊？你走吧，我骗了你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我没有受委屈，西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。其实我别说了，何锦溪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以前你经历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都不在乎，都可以原谅你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你就是你，你是我顾西城的老婆。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常志成，合作，合作的定义是什么？是两方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，你觉得你配吗？那你三番两次的来找我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果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，请你下车。常志成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掂不起自己的分量，又不知死活。哎，你们这种人结局都很惨，你知道吗？上次的 U 盘只是一份见面礼，下面的故事才精彩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想利用我做你们的傀儡是吧？然后利用完了，再一脚踢开，必要的时候会让我做你们的替死鬼，是吧？为了生存，你别无选择。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顾西山现在已经盯上我了，所以无论你们找我做什么，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你多虑了，我们这个事情早考虑到了。越危险的人，对于我们来说越安全。你这次要去多久啊？今天必须要走吗？锦溪，我就是去新加坡出个差，几天就回来了，在家等我。越快越好。放心吧，别拉着个脸，笑一个嘛，好好笑一个，这样才乖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走了。啊，少爷，行李都上车了，真的不要我送你？不用了，方叔，公司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还有，那件事儿要尽快调查清楚。我知道。
喂，贺锦熙，你又把妈妈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很简单，我要你离开顾家，离开顾西城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还是想清楚再回答我。不过苏妍希，我没有什么担心。贺锦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很快一切都会回到原点，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。东西都寄出去了吧？你放心吧，都寄出去了。而且我还做了些手脚，我现在就能想象出南宫琉璃收到那份文件的表情。最近安排你去趟新加坡。要我去新加坡？你要我去那儿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明天还有什么行程？明天上午没有什么安排，下午有2个会议。如果可以，尽量把我的行程安排的满一点。是我尽量安排。对了，顾总，今天晚上还要给您安排其他的行程吗？不用了，拿几瓶酒到我的房间。哎。等一下，苏妍希，西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出来散散心。我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跟锦溪的事情，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所以我决定出来走走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既然你自己也能想明白，那就最好。我们不会放在心上。谢谢你，薇。你这次到新加坡来，出差。
祝你在新加坡玩得开心。妹夫，这么巧，我也住这层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继续手术，会比以前更加完美？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一定会比以前变得更加完美。所以你自己决定是否手术。做。行，那我尽快帮你安排。就这几天吧，提前做好准备。好。哥，你看我这姿势行不行？哥，成哥，哥什么哥呀？啊，你撅了个屁股跟唐老鸭似的，能别叫唤行吗？没看人烦着呢吗？成哥还能有烦的事儿？怎么，我就不能有个烦的事儿啊？哎，你到底烦什么呀？说出来听听，让哥几个也高兴高兴啊！别提了，我家里这个女人太可恶了，处处碍手碍脚。长这么大还没人敢对我这样的。不是，你家里还有能管着你的人？哎，你说这女人也太阴险了。我只要一玩游戏，她不是拔插头就是拉电闸。哟呵，说法挺专业呀。西城啊西城，原来也有女人是你搞不定的啊！哎，问题是，就这个女人我不怕，可是我奶奶还站在她这边，我只要对她怎么着，我奶奶就生气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我真想把她给扔出去。哟，这么说起来，她还真是有点可怜。感觉你个鬼可怜。你们快给我想想招吧。老夫人，您找我呀？啊，坐坐坐，坐呀。锦溪啊，自从你嫁进我们顾家，我就一直在观察着你。这段时间你做得很不错，西城也很少出去混了，在家里待的时间也多了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说得好，你能这么说呀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老夫人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好的。行了，就别再叫我老夫人了，以后就叫我奶奶吧。奶奶，好孩子。西城这孩子啊，从小父母去世的早，我们顾家以前就我们一老一小2个人，现在你既然已经嫁到了我们的顾家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心愿了，就想着能早日看到你们的孩子，那样呢，我也能安心的闭眼了。奶奶，您别这么说呀，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要多和西城培养培养感情，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子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哎，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子吗？跟她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她一旦有了孩子，对不对？全身心的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还对你妹！你们俩能不能想想别的招啊？这招怎么了？她是你的合法妻子，你们俩搞出一个孩子很合法呀，还能上户口。你又不是跟别人搞出一个孩子来，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。就是嘛，自己老婆怕什么？睡她1个月。怎么办呢？这个贺锦熙发信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到头啊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喂，贺锦熙，妈妈最近怎么样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苏远琪，
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妈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们会尽快回去的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在我回去之前，你看好顾西城。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不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告诉你，贺锦熙，我手术开始了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多和西城培养培养感情，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子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不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子吗？跟他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哎，吃饭呢？愣着干什么呢？啊？奶奶，我不想吃，我去上班了。锦溪啊，你们俩是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贺小姐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伤口有点痒，医生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？你的脸部多处地方已经动了刀子，现在看起来外面情况还不错，但是必须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具体情况。如果再次动刀的话，恐怕很难修补了，所以请你耐心一点。好了好了，好好休息，走。咱们顾总好帅呀，又年轻，还有这么大个神农集团。我倒是觉得他就是金玉其外。要我选吧，我倒觉得咱们副总还不错，就是家境差了点儿，但是人年轻有为的，长得又帅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有什么用？再有能力，不还是给人家打工的吗？要我说呀，人再有本事都不如命好。你看咱们顾总，那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我要出生在这样的家里啊，就什么都不用想了，光花钱就行了。我还是觉得吧，个人能力最重要。常副总也就是差在了出生上。常副总啊，来找顾总啊？啊，是啊，顾总他还忙着呢。忙着呢，忙着玩游戏。唉，你说如果他不是顾家继承人的话，以他现在的工作态度，恐怕早就走人了。别乱说话，当心让他听见。常副总，你说如果坐在那个屋子里的人是你，该多好。你看，哎，顾总，你别说话。这是谁做的？公司下属部门送过来的设计方案。他们就是这么做事的吗？马上把所有部门主管召集起来开会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。就是那个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琉璃，傅博雅，
先走，走走走走。那行，辛苦了啊。琉璃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刚下班。咱们好久没见了。你还好吗？还行。你呢？哦，我也挺好的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琉璃，咱们要不找个地方坐坐吧？王经理，你是集团珠宝部的负责人，你看看你们送上来的设计图，这样的设计能出去卖吗？你们大家都看一下，怪不得上个季度业绩下滑了20%，这是哪家设计公司做的？不行的话换一家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还有服装部，你们的设计图我看了，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挺洋气的。你们可以再加大一下宣传力度，但是模特要注意。那天看到了，这是上一季度的模特。这样的人能当模特吗？让人怎么有购买的欲望？颜值很重要，知道吗？郭总，我已经准备于近期召开一场有关珠宝和服饰的发布会，到时候会请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名模过来展示我们的产品。对，这个创意不错。你们可以找一些网红，甚至可以搞一些选秀啊、直播。不行，我可以来当评委嘛。那个郭总，这样的话人手是肯定不够了。不够可以招啊，你们人事部就是干这个活的呀。招人的时候不光要考虑能力，还要考虑到颜值，因为代表了集团的形象。好，总的来说，这个季度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。如果下个季度还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各位的能力了，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。少夫人，请慢用。喂，小薇啊。苏妍希，你终于打电话给我了你。其实小薇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见个面呢？好吧。好的，老地方见啊。李小薇啊，李小薇，这么多天不见，你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对这本杂志也能犯花痴，对不对？你还说我呢，死丫头！打电话约你，你又不过来，怎么？今天有空了？这个最近情况有点特殊，
我刚刚快换了一份新工作，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适应。真的，那工资待遇高不高？还可以吧，反正比之前的都高。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你气色都好多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特别无聊，好压抑。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儿啊？既能赚钱又轻松，你还真以为是天上给你掉了一块大馅饼出来啊？可是我梦寐了以求许久。我真的。死了，都怪你，怪我，怪我。蒙丽，干什么呢？哥，我等着上夜班呢。走吧，跟哥吃饭去。不行啊，一会儿老板扣我工资了。工时费我出，上车吧。行。哎，龙飞，跟老板请个假啊。好嘞。这眼镜，哎，哥，你小心点，小心！哥，你咋了？是不是有人惹你了？谁敢惹你？你告诉我，我干他去！哼，臭小子，你别没事就打来打去的，有些事情啊，不是可以用武力解决的。那我管不着，你是我哥，谁要敢惹你啊？那我就一个字，干！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想。其实吧，我也不是说没有烦心事儿，只不过有些事儿啊，你越想越烦，倒不如不去想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烦，我是觉得这生活太没意思了。现在我所做的事儿，都不是我想要做的。不是吧，哥？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吗？啊，又有事业，老婆又漂亮，这要换我啊，早乐都乐死了。你不懂，这事业呢是我爷爷那时候创下的，奶奶又很厉害，所以集团的元老们对我奶奶都很忠心，用不着我操心。至于老婆嘛，也是我为我奶奶娶的。在结婚之前，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，更别说什么感情了。我觉得吧，这个还是正常的，感情嘛，慢慢相处就有了嘛。我爸我妈还不是，结婚之前谁认识谁呀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他们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好着呢，老两口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哈，老婆呢，只要人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个有句成语4个字的，怎么说来着？就时间长了，就感情就好了。那个日久生情。哎，对对对，日久生情，日久生情。想不到你小子说的话还有点道理啊！走，哥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这家餐厅啊，排队都排不上。真的啊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我都真的饿了。哎，我知道呀，有一家新开的烤肉店，特别好吃，一起去吃吧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走吧。哎，不过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我来请客，请你给小丽一个机会，表达一下这几天对你的思念。我说我怎么就那么爱你呢？走吧，服务员买单。啊，那你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我就说嘛，这家店那么好，等到现在还没排到我们俩呢，什么时候了？我快饿死了。顾总，里面请。哎呀，好像是顾先生，真的吗？快去看看顾先生，顾先生呢？行，好好坐着排队吃饭呢。顾先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啊，顾西城可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，国内排行第1的钻石王老五。不过他这人很有个性，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，我都没见过他本人长啥样呢。哎，据说他
结婚了，可能这次老婆也来，你让我看一下。哎呀呀呀！小文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呢？不是我八卦，这位少爷一结婚，得有多少女人为他心碎呀？我已经饿得不行了，我要出去吃饭了。别换，都快到我们了。哎呀，我要死了！不行，都快到我们了，别走了。我回来了。摔得太早了。哎呦，顾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顾医生，你干什么？什么我干什么？这是我家呀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管着吗？有时候想想，我觉得你真可怜。是吗？说说看。除了钱之外，你一无所有，每天只能和一群狐朋狗友出去花天酒地。那你呢？你嫁到我们家不也是为了钱吗？你别在我面前装清纯，绿茶婊。顾医生，你说什么？绿茶婊？你混蛋！你才绿茶婊呢！你说话客气一点，你太过分了！就是绿茶婊，你才绿茶婊！你就是绿茶婊！顾西城，这个其实是那个，不是我。假的？我说的都是假的吧？你看假的吧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，除了头发，还有什么是假的？顾城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顾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听我跟你解释，顾城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，顾城，你放开我，求你了！你放开我，求你了，放开我！别跟我装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哪儿是假的！放开我，顾城，求你了，你放开我，求求你了！我就不放！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我没有。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要嫁给我？老夫人好。哎，小姐，他们小两口呢？少夫人说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老夫人，听下人说啊，昨晚上少爷和少夫人吵架了。吵架了？啊，是，少爷睡在了其他房间。胡闹！小两口有什么好吵的？嗨，小两口嘛，年轻难免意气用事，等他们消了气儿，您再劝劝不就行了？我知道了。奶奶早。哎，少爷早。早。来，奶奶，
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没吵架呀。没吵架。年轻人过日子，拌嘴那总是难免的。你是男人，多让着他点儿。女人呐是需要哄的，明白吗？哎，奶奶，我们俩挺好的，没吵架，放心吧。没事。老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你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昨天跑到别的房间去睡去。奶奶，我们俩之间的事你不知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听我的，景熙那儿啊，我去跟他说，你该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你还得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明白吗？哎呀，知道了，来，吃早饭。贺锦熙毕竟是他的妻子，他想那么做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我又不能真的跟他发生关系，怎么办呢？重做。5点之前给我一个满意的方案。常副总，他又生气了。没事儿，习惯了。你看你，眼睛都红了，是不是为了做报告，昨天晚上熬夜了呀？顾总也是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否了呢？谁让他是总裁呢？我看呀，公司里谁当总裁都比他强。喝啥，奶奶？哎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好。锦熙啊，你是不是跟西城吵架了？没有啊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西城怎么会搬到别的房间去睡去了呢？小两口过日子，拌嘴总是难免的。要是分房睡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有什么委屈啊，就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啊去教训那个臭小子去。没有，奶奶，我不委屈。其实也是我不好。我已经说过那个臭小子了。如果你们之间呢有什么误会啊，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闹矛盾，只要双方都各让一步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不是吗？奶奶您放心吧，我会和西城解释清楚的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奶奶相信你一定会把问题呀解决好的。奶奶我呀还盼望着早点抱上我的曾孙子呢。我来拿点东西。顾西城，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。虽然我们2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再多给我点时间？你搬回来住吧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，我顾西城不喜欢强迫任何一个人。短头发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干嘛非要做一个不真实的自己？
神龙集团。刘丽，起来了！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，哎呀，八宝粥，还有小笼包，来，快吃。怎么了？刘丽，你要换工作啊？我要去神龙集团工作，我们俩算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就换工作吗？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啊，你先吃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傅博雅，你再也别来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你们得抓紧点时间啊！一会儿老夫人就得起来了。你们去把那个粥。少夫人，你的头发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们是不是在准备做早餐了？是啊。今天我想来做早餐，你能不能帮我啊？这不大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快走，告诉我原材料都在哪儿，快！你实话告诉我，我到底哪儿不好？你哪儿都好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要离开我？琉璃，我有哪儿做的不对的，我可以去改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你给不了。我能给，我能给，我会努力，我什么都能给你，我会努力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儿？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说放下就能放得下吗？你就这么想嫁给有钱人？对，我就是想嫁给有钱人，我就是这么现实，这么势利，这么贪慕虚荣的女人。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，每天小笼包绿豆粥，我想住大房子，我想开豪车。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女人。刘烨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再给我点时间，他有的我都会给你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我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成功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得到了顾西城，凭我的智慧，一定会得到神龙集团。到时候，你也不会再被别人打压。只要我拉你一把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傅博雅不会靠女人，我不会靠女人得到成功，那样我不如去死。刘烨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放手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要，我已经不能放手了，我已经付出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这个，我打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他已经3个月了，却被我打掉了。我不开心，我不开心，我付出这么多，却输给一条狗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成功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
你们2个人和好了吧？奶奶，我们俩本来就没什么。还没什么。奶奶看到你们俩呀，能这么和睦相处，我就放心了。锦溪呢，是我从全国院校的高材生里面选出来的。她的家境虽说不如咱们家，可那也是书香门第，身家清白。你可要好好待人家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你在奶奶眼里啊，永远是个孩子。奶奶，这早上的空气还真是好啊。是啊。老夫人，少爷。哟，这早餐这么丰富啊！老夫人，今天的早餐都是少奶奶准备的。哦，哎，是吗？哎，奶奶你们回来啦。今天我给您熬的是桑葚糯米粥，您呀赶快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如果合适的话，以后我每天都给您做。哎呦，还真看不出来啊，有这么好的厨艺。哎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掉了？也不说一声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就是突然之间心血来潮。其实我觉得她短发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看，多适合她呀。主要是我喜欢。行啊，你喜欢就好。来吃饭吧，尝尝锦溪做的这个手工汉堡包。来，坐下来吃吧。哎，常副总，发布会要尽快的筹备起来。新人招聘的怎么样？广告已经发出去了，也收到一部分简历，不过呢，什么都不合格？哎呀，这个学历和资质都还可以。那天在会上你也听到那个顾董事怎么安排的，按照他那个标准，真的招不上人。哎，能招到人啊，你们也能轻松一点。现在就多辛苦辛苦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向顾总申请给你们加薪。常副总的心意我是领了，加薪的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上次吗？我跟顾总说过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批复的吗？说说看。1年365天，有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也就是说工作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又去掉170天，就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30分钟，1年加起来23天，就剩下68天。每天吃饭花1个小时，又去掉46天，就剩下22天。你每年还得请2天的病假，也就是说1年工作20天。每年5个节假日，公司休息不上班，也就是说剩下15天。公司还慷慨的每年给你14天的休假，也就是说你1年工作1天。你怎么好意思给我提加薪？哎呀，常副总啊，加薪的事儿啊，暂时没戏了。好吧，我尽力吧。帅哥，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哼，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啊，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吗？有道理。贺锦熙，你只不过是比我运气好罢了。只要让我接触到顾西城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。医生，我不是应该可以出院了吗？怎么还要等？贺小姐，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，你会造成脸部的2次过敏，我们也是对你负责，暂时不能出院。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放心吧，最晚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还要1个月？医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尽力吧。好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1个月，
还要1个月。苏妍希，你别给我出什么岔才好。为他绅士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。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是啊，是该早点休息了。您可得好好注意保养身体啊！现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景熙的功劳。这个孙媳妇儿啊，算是选对了。我得想想看，该给她点